228基金会最近咧办展览，呈现移除大战了后，国民政府在统治台湾的初期处理传染病等等的公卫事件所发生的官民冲突，和228事件敢有啥物款的牵连？报纸标题写布袋名媛 case， 讲的就是1946年布袋发生乡民落土症的大规模感染。迄阵的国民政府选择封锁消息过半过，地区真侪乡亲不满。当地的政府就把布袋封锁起来，那封锁起来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状况，它就直接封锁了，可是没有提供相关的配套，没有提供相关的物资。到尾因为官方镇压，造成布袋事件，佮有生涯事件等等，反映迄阵的国民政府伫治理台湾初期对公共卫生的欠缺，甲对海检防疫的疏忽，到各地有人出天花，也是感染挂热啊，展览用传染病角度，互大家了解甲228事件的关系。我们从地方的一些冲突，或者是整个1946年台湾传染病状况，就是国民政府在治理不力的状况之下，也成了一个民怨慢慢累积的状况，最后以导致成官逼民反，而造成228事件的一个状况。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表示，迄阵的国民政府防疫的失当，甚至发生联合国救济总署关键的防疫物资出现囤货转卖现象。过去的历史对照即卖，会使讲是一个参考，嘛通互民众了解规个228事件的发展。记者陈阿木李旭凯台北采访报道。